来，这届包括着王大陆在内，总共掠到10个越南涉嫌盗兵，其中有一个是台大的高材生，今年26岁，伊是建中的科学班毕业，考到台大医学系，搁要得到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，是外界所讲的学霸、学霸。为什么嘛会行歪路来想做兵呢？华视的记者都家访问到伊的大学的同学，讲伊应该是要继续来做研究，才无想要做兵。前那些外头挂嘴暗，伊是涉嫌盗兵役，红掠起来4本台大高材生，伊访问完了后表情惊吓，离开的严肃。4本高材生对建中科学班毕业了后，佮考到台大医学系，佮要摕到国际奥林匹亚比赛金牌，正高读册。如今伊牵涉到盗兵役的争议，大学同学提解释，伊可能是想要专心做研究。或许是一种可能，尽可能希望把时间投入在研究上。我觉得做研究的人都很认真的推广这个化学竞赛的事情。他这里有一个粉丝教这种竞赛化学的东西。去澳洲旅游翕相登卡。4本高材生大学的同学透露讲，伊家境袂歹，平常时会出国去耍。都来上课，然后人也很好。一开始也不知道他那么优秀，这是一个很谦虚的，他同学都蛮好。包括伊在内，拢总10个越南互调查，其中几个人家境袂歹，佮拢是学长甲学弟关系，敢若是互相看线。根据警方掌握，为人有相中国籍，若看到兵单那个，就会提外国护照出入境。一直等到36岁退役了后，才个转来，这是上接款盗兵役的方式。如今去互严禁侦破，所了解这的人拢爱入去军营报道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